你相唔相信呢個係同一個地球？早幾日加拿大多倫多正被極地渦旋鎖死，體感跌破-30度嘅時候，而日本青森縣又正經歷40年來最慘烈嘅雪藏，積雪深到要出動自衛隊救災。與此同時，南半球嘅澳洲卻喺度 BBQ， 氣溫飆近50度，打破咗百年紀錄。呢個唔係災難電影，呢個係2026年2月我哋正在經歷嘅天氣劇變。喺多倫多，今年嘅冬天特別硬，專家警告呢個係一場10年未見嘅超長寒潮。多倫多特殊氣象原因，一個巨大嘅極地渦旋 Polar Vortex 滯留咗喺安大略省上空。更罕見嘅係大西洋上空嘅高壓區好似一道牆一樣，將冷空氣死死擋住，整到多倫多陷入咗鎖死狀態，令到氣溫持續喺零下，體感溫度接近-30度，裸露皮膚喺幾分鐘內就會凍傷。當時搞到市長要宣布開設多個緊急避寒中心。多倫多人話冷唔係最可怕，可怕嘅係呢股冷空氣已經停留咗2個星期，完全無走嘅跡象。嗰排真係凍到騰騰震。轉到日本，青森縣正在遭遇災難級大雪特殊氣象，原因呢個係由所謂嘅日本海極地氣團複合帶 JPCZ 引起嘅。冷空氣撞擊高山後分裂再匯聚，好似消防喉噴頭一樣對準青森狂噴，冇得避。青森市積雪曾經一度達到183公分，成個籃球員咁高，創下40年來最高紀錄。呢個不只係美麗雪景，而係致命威脅。已經有超過18人因雪災喪命，多數係喺屋頂鏟雪時被活埋或者跌落嚟，情況危急到青森縣知事不得不請求陸上自衛隊出動協助獨居長者鏟雪。就係北半球被凍僵嘅時候，澳洲正在被 BBQ。 特殊氣象原因，氣象學家發現呢場係複合型災難。西部嘅熱氣團移向東部，加上熱帶氣旋同大氣羅斯比波 Rossby Waves 嘅推波助瀾，搞到東南部出現極端高溫。澳洲維多利亞州部分地區氣溫飆升至48.9度，係該州歷史最高紀錄。野火已焚毀超過30萬公頃林地。呢種熱浪嘅威力可以攞嚟同2009年慘烈嘅黑色星期六相提並論。點解呢3種極端天氣會同時爆發？科學家指出，氣候變遷令大氣環流變得不穩定，原本應該穩定移動嘅氣團而家變得容易卡住或劇烈擺動。喺多倫多佢只係卡住冷氣團，喺青森佢係超強嘅對流，喺澳洲則係極端熱浪嘅重疊。氣候變遷令澳洲呢場熱浪溫度平均升高了1.6度，呢個正係導致多地失控嘅關鍵點。呢啲唔再係關於未來，而係關於當下。無論你處身在-30度的多倫多，還係喺48度的澳洲，極端天氣已經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除咗以上3地嘅故事，喺馬達加斯加氣旋 Faithia 正在摧毀數萬人嘅家園。喺美國佛羅里達原本溫暖嘅棕櫚樹下，竟然出現咗凍僵咗跌落地嘅裂隙。而東歐嘅夜間溫度正向-30度俯衝。2026年嘅開端，地球大氣層彷彿失去咗平衡器，進入咗一場混亂嘅極端天氣大屠殺。你所在嘅城市最近天氣有無異常？歡迎喺下方評論區留言，等我哋一齊記錄呢個不尋常嘅2026年。多謝收睇，請訂閱、點讚同留言。我哋係非常一般707，下次見。